大家每次返深圳係咪離唔開都係去羅湖區、福田區同南山區呢3個區啊？呢3個區雖然大到俾大家好有新鮮感，有好多唔同嘅商場，但係佢好似有一樣嘢係缺乏咗，就係一啲大自然嘅環境。今次阿楊趁住呢個復活節嘅假期，去咗一個3日2夜嘅光明區之旅。我會將3日2夜濃縮為2日1夜咁樣剪接俾大家睇嘅。我會帶大家去行下山，吸收下一啲正能量。咁呢一個地方去完之後呢，我都發覺好適合一家大細同埋拍拖嘅情侶去㗎。我哋立即去片。大家好，我係阿楊，多謝大家返嚟阿楊嘅生活頻道。今次光明區之旅呢，我就選擇咗坐高鐵呢一個方法呢，直接去到光明城站嘅。今次亦都係我第一次喺香港嗰度坐高鐵啊，咁我都可以分享一啲關於高鐵去到入閘上到車嘅情況俾大家知啊。今次我選擇咗喺12306嘅官方 Apps 嗰度買飛，咁當時呢就要入翻清楚自己嘅回鄉卡 number， 因為回鄉卡呢就代表咗你已經係嗰張車飛嚟㗎啦。嚟到西九龍嘅柯士甸站，大家先要揾翻離港嘅方向。如果大家揾啱方向嘅話呢，就會見到有自助嘅通道啦，或者一個輔助嘅通道嘅。只要大家將自己嘅回鄉卡擺上去呢，咁你就可以過到呢一個閘口。跟住嘅程序呢，因為一地兩檢嘅關係呢，大家就要搭電梯落去下一層，就會過埋呢一個咁嘅大陸嘅關，就做一個入境嘅手續同埋做清關嘅。處理好晒，大家就會見到好似畫面咁樣嚟到一個好大嘅候車處。咁只要大家因應翻自己張飛上面嘅檢票閘口揾翻呢，大家再排隊等上車就可以噶啦。揾到檢票閘口，其實班車開車前15分鐘呢就會正式俾你入閘落月台噶啦。咁去到月台呢，咁大家都唔使咁緊張嘅，只要跟翻自己張車飛上邊揾翻自己邊一個車卡，咁上到車呢，揾翻自己坐邊一個位呢，咁就可以噶啦。咁成個程序我就大概預翻半個鐘至1個鐘頭時間啦，咁就唔使太趕。我上咗車啦，各位，我要同大家一齊去探索下呢一個光明區啦。不過由西九龍站咧去到呢個光明城站咧，只不過係需要半個鐘頭嘅車程㗎咋。真係好似人哋咁講，其實你坐低咧個 pat pat 都未暖咧，你就差唔多要落車啦。真係好犀利，我都係第一次搭高鐵咋。A few moments later，終於嚟到光明城站啦！我當日落車呢，其實中午12點鐘都仲未到㗎。咁但係可惜就係我完全未食早餐，所以好快呢就喺個站出邊截咗的士去南瓊世界嗰度飲早茶啦。今次我選擇咗嘅酒樓呢，就叫做悅得閒，喺深圳啊、羅湖啊、南山區嗰邊都會有分店㗎。咁呢一間呢，就直情係喺南瓊世界入邊嘅。平時咧去飲茶都冇咁多時間，咁今次係一個輕鬆之旅，所以就希望唔使咁趕啊嘛。當日我就叫咗呢一個糯米煎糕、叉燒蒸腸粉、蠔皇鮮竹卷，仲有韭菜餃添。大家平日飲茶又會鍾意食咩點心呢？不妨大家都留言可以分享一下。咁我當日飲完茶其實都大概下晝2點鐘啦，咁酒店咧都可以 check in 㗎啦，咁所以咧我就經過咗呢一個南瓊世界嘅商場，去到呢一個鳳凰城嘅地鐵站，咁我穿過呢一個鳳凰城地鐵站咧就可以嚟到今晚入住嘅美爵酒店。咁呢一間酒店咧其實都係華住會轄下嘅一間酒店嚟㗎。如果大家有需要咧，都可以喺微信小程式嗰度揾一揾華住會。美爵酒店咧都係我第一次入住嘅酒店，咁大家都好中意睇嘅 room tour 咧，我就會擺到喺呢條片嘅片尾嘅。而美爵酒店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務俾大家㗎，包括咗會有泳池啦，房間入邊都有免費嘅 WiFi。咁另外佢哋自己同本地嘅品牌合作咗有一間 gym room。另外咧，都仲有一個洗衣房。咁如果大家真係去得好遠嘅地方，帶咗好多衫褲鞋襪咧，都可以喺呢度洗嘅，都係一貫國內酒店嘅作風。另外，唯一一個特別啲咧，就係因為呢間酒店咧，佢定點都會有班次係去呢一個深圳嘅寶安機場㗎。咁如果大家有機會要喺深圳飛之前咧，都可以住呢一間酒店，就唔使咁辛苦啦。話明係一個輕鬆之旅，阿楊梗唔會俾自己辛苦啦。咁我喺酒店度休息完一大輪之後呢，咁我先至再由酒店行過去呢一個光明文化藝術中心。
而呢一個光明文化藝術中心呢，亦都有另外一個別名，就叫做光明之眼。而佢由3大個建築物組成嘅，咁包括咗會有集美術館、演藝中心、圖書館。不過有一啲展區呢，佢係唔俾拍攝，我就拍攝唔到俾大家睇啦。我都好可惜啊，因為我嚟個集美中心呢，我就想帶大家嚟呢一個網紅嘅打卡樓梯嗰度影下相。點知佢呢條樓梯呢就做緊維修，咁我就唯有喺下邊嗰度影少少俾大家睇啦。咁希望大家有機會嚟到嘅時候，呢條樓梯都係正常開放啊。當日我都遇到有一個叫做墨象萬千嘅一個展品區。不過好可惜，我出片嘅時候呢，咁應該呢一個展區呢就已經完結㗎啦，因為佢去到4月20號嘅啫。但係行得好舒服啊，因為其實呢個展區基本上呢就冇乜人行嘅，咁或者可能係因為嗰日係佢哋需要返工，而我哋係復活節嘅假期啦，咁亦都睇到好多唔同嘅作品啊，咁完全係將自己嗰個藝術氣質提升啊！當行完呢個集美術館呢，我就行埋個對面嘅圖書館，因為我見呢個圖書館呢其實都整得好靚，咁亦都想去睇下啊，究竟國內嘅圖書館有啲咩書睇呢？咁亦都啱唔啱自己睇呢？咁我見到當日呢喺入邊係超多人㗎，咁我都揾到一啲中醫按摩嘅書俾自己睇一睇，咁就喺度 chill 咗成個下晝啦。呢一個地方呢，俾我嘅感覺係極度舒服，因為成個圖書館大家都好安靜啦。喺香港嘅生活其實好忙碌，好忙，有陣時都真係忙到自己都唔知忙緊乜。咁喺呢一個地方坐咗可能個零2個鐘，睇下書休息下，或者望下呢一個圖書館嘅設計，一啲唔同嘅 design 呢，你個人真係得到一啲放鬆。咁我都希望大家唔好咁大壓力，咁記住都要身心靈健康。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呢，咁都可以去下圖書館嗰度坐一坐。另外啱啱呼應翻之前講過呢一個地方叫做光明之眼啊嘛，咁我出翻嚟嘅時候呢，佢終於亮燈啦。可惜嘅係因為當晚太大風啦，咁所以個水面呢，俾啲風吹到呢皺起晒，完全都睇唔到佢個倒影啊！如果唔係呢，佢真係可以完全變咗一隻眼咁樣呢，我覺得一定會係好靚嘅。行完咁多個地方，其實都係時候要食晚餐啦。咁喺藝術中心呢，有一條天橋就直接駁翻入去藍鯨廣場嘅。咁今晚食飯嘅地方呢，呢一間餐廳就叫做山田輝龍。而呢一間餐廳呢，主力都係標榜自己喺高山入邊有一個雞嘅養殖場，咁所以基本上呢，呢度食嘅菜式呢都係同雞有關嘅。當晚實在太好胃口啦，因為行咗咁多地方，又坐完高鐵，咁所以呢，當日就叫咗有5個小菜嘅，咁包括咗會有雪菜炒飯、鮮腐竹炆雞蛋肉、韭菜炒綠豆芽、黃山筍乾肉絲，同埋最後一個呢，就係雞湯現燙拆骨雞。呢一餐呢，係簡直就係值99分啊，正啊！食飽飯自己就喺藍鯨廣場再行咗一陣街，咁行街嘅部分我就唔拍俾大家睇啦。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大家都嚟藍鯨廣場行下。終於到咗大家最中意睇嘅酒店房間開箱啦！今次呢，我就係住喺呢個美爵酒店嘅17樓16號房1716呢一間房嘅。插咗張電源卡，一睇到間房我就哇咗一聲，哇好大啊！好耐都未住過咁大嘅酒店啦。今次呢，佢個洗手間嘅設計嘅顏色嘅風格呢，都係走白色乾淨嘅路線，所以你感覺上望落去都會比較光猛啲啦。佢個廁所同埋淋浴間呢，都係做到乾濕分離嘅。不過好可惜呢，呢一個房型呢，佢係冇浴缸噶，所以都係企缸為主。咁不過唔緊要啦，最緊要間房都係乾乾淨淨噶嘛。咁另外洗手盆嘅部分呢，咁佢就係一個 open 嘅形式，咁佢就唔會有間房咁樣框住佢嘅。咁我估係抽濕方面都會比較方便啲。而房間入到嚟嘅左手邊呢，就會有一個好大嘅衣櫃嘅位。咁呢個衣櫃呢，都係一個 open 嘅形式啦。咁大家可能出完街嗰啲外套都可以掛起佢，咁就唔使話焗咁大陣味啦。而呢一個衣櫃延伸蓋呢，就會係一個電視機。咁呢一部電視機其實都真係好大嘅，咁當中都可以睇到 TVB 嘅節目嘅。而電視機對面呢，就會係一張雙人床。而雙人床嘅隔離呢，就會有床頭櫃，咁兩邊嘅床頭櫃呢，咁佢都包括咗會有呢一個
USB 嘅插頭充電線啦，咁亦都好細心之下咧，咁佢都會有埋呢一個 Type C 嘅充電嘅。而呢一間酒店咧，除咗真係佢個插蘇嗰度已經有得俾你叉之外咧，咁佢驚你冇電線咧，佢都安排咗一個充電線俾你噶。咁呢一條充電線入邊都包括咗有唔同嘅頭，係方便翻唔同嘅 Android 機或者 Apple 嘅手機嘅。咁今次呢一個景咧係超級靚噶，因為係望到呢個地鐵嘅6號線噶，係勁舒服啦呢間酒店。而玻璃前面咧就會有一張好大嘅台，咁呢一張台咧都可以俾大家可以叫美團外賣嘅時候都喺度食嘢或者食下宵夜咁樣啊嘛。而電視機嘅隔離咧，啱啱都漏咗，就會有一個小型嘅 mini bar。咁呢一個 mini bar 上面咧都會有個煲水嘅煲水器啦。咁下方咧都會有一個小型嘅雪櫃。咁當然呢啲小型雪櫃就唔係話雪到啲嘢可以好凍噶啦。咁如果真係食雪糕嗰啲就有啲難搞嘅。咁另外入邊都會有啲茶包啊，有啲咖啡粉係放翻俾大家去使用咁樣。今集咧我就介紹到呢一度啦，下一集咧我就會更加精彩地帶大家去虹橋公園啦，見識乜嘢叫做光明三寶。如果中意呢段片嘅，咁希望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下段片再見，拜拜。